장남규는 신신나게首先要问候透过网络来参加这次课程的에皈依处，也就是멤버들 신문 한번 써라. 다나 僧团신기僧众们。에 同样还有要问 신사상계가 候 신이나 봐. 上师、主古、善知识们。다나 신기 지 처럼 同样 올라올랴. 还有所有的집에 在家 참석하는 法友们。首 음. 先问候大家扎西德勒。다들 이제 못해내지 땜베 때려 那么今天呢，다 会继续的讲 시야로 解 차대 요래. 这个佛陀的护 신상계가 法 땜베 传承。때려 사드다 개첨부 이미 교제 护法传承哦，它之所 다들 以 뭐지 很重要， 인디아조 남배 그 루유 토네 主要 시야로 是 다 从 남배 佛教 루유 历 토네 史的这个角度来看。 테네 삼담이나 땜베 때려 사드다 개첨부 차대 요래. 从佛教历史的角度来看，这 줌데 다레 个 슬라비나 佛陀的护法传 달라 承哦是很重要的。 상기 좀 된데 냥엘에 主要呢 냥엘에 是因为 전에다 从佛 최근 陀 냥엘에 他 사대 涅槃， 중국 바로도 然后到这个阿育王，也 태니까 就是法阿育王 뭐지 啊，还没有 또 出现之前 세월이 的这段 지났다고 여러 가지로 时 얘기하더라고 期， 여러 딱 간다야 有的说是100年，有的说是200年，总之是一段不 남아상기에 算短的时 지속기 间。 야갈 유유네 但就是在这段 야갈기 时期当中，就佛陀涅槃到阿育王出现之前， 동시 那可以 선도로야 说是佛教传播的时期。 佛教 중배기가 呢 시작이 从 요래 印度的中部向全印度传播 다가 开来， 거드는 개본 양해매 qablaya다 개본 양해매 사대 尤其呢是到了这个 코랑 法阿育王或者叫法王，这个阿育 도저히 王， 마 겸니지 마 겸니 가서 呃，마 겸되지 他最开 뭐 始 첨부로 비게 되지 是一 근데 个 시 很 고랑기 蛮凶残的一 마 个人， 四 겸되지야 마 处征 겸니 战。 바로 통제 와 后来 마 他 겸다 也 이 反省， 첨부 임바도 고랑기 知道这样子四处的征战啊 세상은 나무 是很大的 상계에 恶业， 취할래야 겹수 所 송바 以后来他就皈 겹수 依了佛 송바대 教。 송체는 나무 从那个时 상계에 候开始， 지도대 佛 아니 教呢 야가기 可以 산삼도 说 개체되게 就예지정신 超越了 첨부를 印度的 지 边界， 겨울인 게 然 后 살아가서 할래야 发展 개본 成为 고랑기 世界 지도대 性的 다 一个 개본 宗教 양해매 了。所以我们看到 에 是从 남아상계 这 외쳐라 个 친분 法 내용 阿育 그대로 王 쪽으로 他皈 차대 依 요러 佛教 개본 开始 양해매 哦， 도시 첨부 차대 那 요러 佛教就开始变成世界 야가기 性的 럽디 宗教。 지규 성게 지규 팅당보 성게 누지 공 차대 那 요러 他也是第一位统一了 그래서 全 도시 印 첨부 度的 세기 一 고랑 位国王， 남아상계 외쳐라 매바 예배 인도 他 텔레데네 是 세는 非常 남아상계 有 외쳐야 돼 权 야갈 势 지부 威 모임바 势的这样一 제 个国 개공 王。 계급 망보질이야 캬베 총회바 아주 준비 那 첨부 佛教不 첨부 只是 얘기다 在 첨부 印度， 첨부질이야 而且 개공 发 고치 展成为 근데 周 인도사 边各个地方， 甚 남아상계 至到世界性的 저된데 一个宗 최근 教。 양행이 매그 뽀롤이야 所以我们看到， 어 从佛陀 미럽 到这个 망보지 法阿育 시야로 王之间근데 总之经过了 인도다 很 이 长一段时 뽀롤달래야 间。 남아상계 때발래야 분규가는 치 와 所以 망보지 在 시야로 这段期间呢，佛教也经历了很多的 다티 这 배우기 个 개베디 시야라 变化。 다 탑시 가시죠라 티 所以 배우기 要了 시야라 解这一段历史 에 양해매 개본 也就 양해매 是 从 뽀롤이다 佛陀涅槃 양 到法阿育王还没有出世之 탑지대로 前， 수지 或者说他还没有皈依佛教之前总之，니 가르쳐 버래 那 니즈 这段 가르쳐 버래 期间的 시야데 시엔데 佛教 대시야로 到底经 차로 历了什 다시 么样的 다시 变化？ 시엔데 가르쳤잖아 如果要了解的 그래도 话， 망보다 这段历 그래도 史的 봐도 때려 方法 수발을 써봐 其 되게 中一个方法 남아 是我 상계에 们要 지구 研究 벌어야 结 분규가 集 되게 첨부 的 가르쳐 这些历史 버려야 事 되게 件， 세비나 比如说第一 야 次、第二次、第三次结 기회가 集 가르쳐 상계 等等这些历史 외치네 事件。 엔다 양해 양해 뭐 좀 透过了解这些 뭐 结 튀긴 거 集 가르쳐 버티 的历史事件，我们就能够知道 这段 템싱이버들 期间 가르쳤잖아 的历史，这是 상계 第一个 좀 方 된데 法。 제슈베 가려야 另外一个方法 신기 呢， 보사다 是 나는 예보 佛 많이 陀在 한다야 世的时候，有许多 나 国 그래서 王， 좀 像 망가지게 是 되더라고 频婆娑罗王、 제가 되네 阿舍世王 마지 等等。那 상계 总之，这一 제슈베 些都 망가지게 是我们 예보 说 많이 当 한다 时摩羯陀 상계 这个 양해를 地 내사를 方 좀 的国 망가지게 王，历代的 지워라 国 이거다 王。
所以透过认识或者说研究这个摩羯陀国历代的国王的历史的话，那也会了解佛涅盘后到阿育王之前的这一段历史。另外呢，还有一个第三个方法呢，是我们说佛陀的弟子，也就是像大迦叶尊者、阿难尊者等等。所以第三个就是透过了解大迦叶阿难等等尊者，这是历代的护法的传承者这些护法藏师传承者，他们的这个传记呢，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这段时间的历史。那另外一方面来看，我们看到在别解脱经中说：“我若涅槃后，此即汝等师自身以恭敬而敬赞比丘僧。”那这一段主要的意思是说，佛陀在涅槃前，也就是佛陀的遗教他就特别嘱咐弟子们，在我涅槃之后呢，你们要以别解脱戒为师。所以这就代表说，佛陀涅槃之后呢，可以说实质的一个佛陀的代表是什么呢？可以说真实的一个代表就是别解脱戒。所以这是一种说法。那另外一方面呢，就说佛陀的代表就是戒律别解脱戒。但另外一种说法，另一方面来看的话，是像佛陀在世的时候，将这个他的一半的座位让给了大迦叶尊者。这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也有提到过。这代表什么呢？就是说，在佛陀涅槃之后呢，大迦叶尊者就成为了佛教的后继的领袖，还有第一代的护法传承者。其实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不只是佛教，很多宗教当中都是这个样子传承的。也就是说，创始人的这个传承者，或者说这个创始人的主要的弟子就是在创始者他圆寂涅槃之后他的弟子主要的弟子就自然会成为这个他们的领袖。所以我觉得这以上两种说法一个是以戒为师，就是别解脱戒，就是代表佛陀。那第二种说法就是护法传承是代表佛陀。所以以戒为师说的时候，好像没有实质的人成为佛陀的代表，但是讲到护法藏师的时候，又很清楚有人的代表。但其实我觉得这两种说法也并不矛盾就像是我们熟悉冈波巴大师，他在圆寂前就说，将来呢，如果未来有人觉得没有见到他感到遗憾，那大师他就说，你可以阅读呢我所著作的两部著作，也就是《解脱庄严宝论》还有《圣道宝曼集》。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见到这两部论，就和见到冈波巴大师他自己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这段话你可以看出，就是冈波巴大师就说，未来他的代表，实质的代表就是这两部论著。但另外一方面，同时呢，他也有法子的传承，像是泡沫竹巴等等这个四大法子的这样的传承所以这些法子的传承呢，也将冈波巴大师的法教很好的持守跟弘扬。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就是两种说法，一个就是不是以人形人的这个形象出现的这个经典为代表，所以我觉得这两者是不矛盾的说法。所以我们这次谈到了这个传承、护法传承的追溯的方式哦，譬如说也是有些不同的，譬如说在西藏，大家都知道的，说一切有部传统的这个护法传承呢，它是呢一个人将全部的教法，然后交付给另外一个人，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将他视为这个宗教的领袖。但是呢，也有一些另外的传统哦，它主要追溯的是戒律的，就是和尚的，也就所谓的和尚的传承，就是剃度师的或者说戒律的这样的一种传承。所以他们依循的追溯的是戒律的和尚的传承，主要就是说授予别解脱戒的这个和尚是谁，这样子去看他们的这个传承的师承是什么。另外一种方式呢，又像中国禅宗讲述这个护法传承的历史的时候，他们的追溯的方式可能主要是透过政务还有实际修持上的这个传承，或者说加持的传承为主了。这是他们依循的一个准则。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在不同的传承当中呢，在对于传承的追溯方式上也是有所不同。好的，那接着呢，我们继续回到正文内容。前面上一堂课我们讲过了北传佛教的护法的传承的说法，接下来今天我想讲的是藏传佛教的传承说法。就像之前课程中我有提到过，其实藏传佛教是可以算在这个北传佛教里面的，但是如果我们更详细的去看这个藏传佛教的时候，又会看到它其实有一些跟北传呢不同的一些特殊的地方，所以尤其像传承佛法藏的传承的说法，我觉得也是很有特点的，所以我觉得特别就拉出来来讲说藏传佛教的护法藏的传承。所以依据藏传佛教的说法，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首先，第一个或者说最主要的就是依据有部的杂事的这个护法藏的传承。所以可以看到，这里提到第一个是大迦叶，然后阿难，然后是商那和修、优波举多、提多迦、黑色，然后是善见，主要是7代的护法藏师。所以杂事中它的原文是什么呢？是这样一段。这个说话的人是阿难尊者，所以这一段主要的意思呢是说，阿难他就说巨舍优波觉得你应该知道，世尊呢是将教法付嘱给巨兽大迦叶，然后入涅槃，然后巨兽大迦叶呢又将教法传给我的和尚，然后呢进入涅槃。
然后我的和尚就是受戒师哦，又将教法付诸给我。那么我现在也要进入涅槃了，所以孩子我也将进入涅槃。现在你应当要护持教法，对世尊所说的一切教诲，应当精进奉行。所以这一段就是阿难尊者哦，他说的一段话。对不起，应该不是那个阿难尊者说的，应该是这个商那和修他说的哦。总之呢，因为这里的和尚啊，就是商那和修的和尚嘛，所以总之呢，就是大迦叶他传给了这个阿难尊者，阿难就是他的和尚嘛，所以商那和修就说，现在我也要这个圆寂了，所以他这里是商那和修对优波局多说的，所以总之那个之后呢，他就圆寂了，所以这里后面一段就是提到说他就圆寂了，有这么一段。之后优波局多或者乌波吉多，他又传给了弟弟家，然后弟弟家呢又传给了叫做巨兽黑色，巨兽黑色这位尊者又传给了巨兽善见，所以有这么一段，蛮清楚的，就写到了有这样的期待护法藏师。那我们看到这里就是更有律的杂事里面谈到的这个护法藏师。也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杂事当中的七代护法藏师。那么前面的五位，那么也就是从迦摄、阿难、沙那、和修、优波居多到提底迦，那这五位哦，跟我们之前谈到过的《阿育王传》，还有在中文文献当中的《护法藏因缘传》等等里面文献所说的是一样的。譬如说，这就是《阿育王传》里面谈到的这五位哦，就跟这里谈到的七代当中的前五位是一样的。所以，同样中文的《护法藏因缘传》里面也是提到了前五位是一样的。所以就说跟说一切有部这里谈到的前五位，跟北传的《阿育王传》呢、《护法藏因缘传》所讲的是一样的。但之后的两位呢，也就是弟弟家之后就传给了后面两位哦，就是一位叫巨兽黑色，还有一位叫巨兽善见。那这两位的说法就跟其他传承记载的不同了。那所以这里呢，我想首先要介绍，大家需要先知道就是第六位跟第七位哦，这是所谓的黑尊者，或者说黑色黑尊者，还有就是善见尊者这两位。
它也叫做 Krishna，就是黑尊者。那这位尊者，也就是这位阿罗汉呢，黑尊者，他是出生在东方的这个央伽国。这里就不细说了。那么在多罗纳他尊者的印度佛教史中，有说的比较清楚，这里不细讲。所以这里我主要要讲的就是跟护法传承有关的，主要就是譬如说刚刚谈到北传里面的阿育王经阿育王传，还有这个护法因缘传，这里面你会看到没有黑尊者的记载，但是呢，它其实呢不只是在有部的杂事中有记载到说他是护法藏传承的一位。就说中文文献里面有部是有的，有部的这个杂事是有的，所以基本跟藏文是差不多的。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位黑尊者不只是被记载在有部的杂事里面，而且呢，也记载在中国佛教最早的一个目录也就是叫《出三藏记集》。那这是梁朝的僧佑，他在51年左右编纂的一部目录，叫做《出三藏记集》。所以在这里面呢，都有提到这个黑尊者，在他的这一部目录里面呢，有一部呢叫做《萨婆多部师资记目录》，也就是一切有部的这个的传承唱诗的一个目录。所以里面提到，第一个是大迦叶，再来是阿难尊者，再来是摩天底迦，再来商那和修，再来优波居多。第6个叫做慈氏子，这个我没有翻译，直接翻译了，翻译到藏文这里放着中文。再来第7个是迦多衍那，第8个是邪尊者，第9个就是黑尊者。所以这是说一切有部，或者说萨婆多部这个师资记目录，这里面就有记载到这位黑尊者。所以在这个很早期的一个目录里面就有提到。同样呢，另外是在一部叫做《长安城内奇宫寺》这个萨婆多部佛大跋陀罗师宗相成略传。那这是有一位印度的一位这个法师叫做佛陀跋陀罗，大概是4世纪时候的人。他的这部著作传记它里面就记载说是阿难，然后慕田底迦，然后沙那和修，然后优波居多，然后迦多衍那，然后邪尊者。同样第7位这里写的就是黑尊者，而且也是说叫 Krishna 黑尊者。所以这一部目录当中，你可以看到，他就引用了2个这个有部的这些师资的一个传承。所以
可以确定这位黑尊者他是说一切有部的早期的一位论士。然后再来呢，我们谈到第7位护法藏师，叫做善见。那这个在北传的文献当中，像阿育王传啊，还有护法因缘传里面并没有提到这位大师。但是呢，根据这个多罗纳他的印度佛教史里面是有记载的，里面提到说这位善见尊者，他是出生在西方叫婆鲁迦车国的一个释迦种姓，他的名字叫做见的这样的一个看见的见这样的一位，他是一个王族王族的孩子。तदा ज्ञाना के लिए तेरे को नाम दारता दाना सिंगी लिथों दी तेरे भी इंबती 냥에 मेगी तोजु ज्ञाना के लिए 냥에 मेगी तोजु द तेरे को नाम दा तिजुना 용기가 말해 이나야 所以虽然说在北传的文献中没有提到护法藏师有这么一位善见尊者，但是呢，在阿育王经里面呢，在讲说这个优波居多弟子因缘的时候，有一段呢就叫做章节，就叫善见因缘这样的一个章节。善见呢，翻译成中文就是累通就是见道善，然后或者就是善见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总之呢，这里是说优波居多呢是有一位弟子的，就叫做善见。这里面记载说，在迦什弥罗克什米尔就有这么一位叫善见的比丘，而且呢，他已经证得了世间的第4禅定，也受到这个龙王的恭敬还有礼拜。那么当时呢，在摩头罗那个地方呢，发生了这种很多灾难。那这时候优波居多他就知道调伏这个善见的因缘已经到了，所以他就应该是对龙王吧就下令，所以优波居多就跟龙王下令说，12年不降雨。所以总之当时外道大概也就看到了这个征兆，就12年不下雨的征兆，总之就到处去说会有12年才会下雨。所以总之当地的人民就非常的忧心，因为如果说有这样子的灾难发生，然后又12年不下雨又这样子的传闻，所以他们就请求优波居多，请求他降雨。但这时候优波居多就说呢，你们不用来问我，那在克什米尔有一位叫善见比丘你们可以去向他祈求。所以这个摩头罗的人呢，他们就派了使者去见这个善见尊者，祈求他能够降雨。所以他是有神通力的，所以他就来到了这个摩头罗这个地方，然后以神通力，然后就让这个地方降下这个大雨，而雨势呢太大了，结果还造成这个水灾。所以当时的人就觉得说，哇，这个善见实在是太厉害了，大概比这个他们就觉得说大概比优波居多还厉害吧。所以总之后来很多人就跟随着这个善见尊者，然后就回去了。那么所以善见呢就总之身边就开始跟了很多人，但有一次总之他好像回到他的住处的时候，路上他就见到优波居多这个尊者身边的人很少，
后来呢，这个单渐呢，他就升起了一点傲慢心。那虽然他升起了一点这个傲慢心哦，但是他又想，我其实还没有证得这个阿罗汉果，因为呢，阿罗汉果如果证得的话，阿罗汉是不可能升起傲慢的。所以，总之，他就马上很快的发现了自己的傲慢心哦，他也很惭愧，就向这个优波居多顶礼，并且请求他开示。优波居多刚开始呢是指责了他，就跟单渐说：“你呢不好好的持守这个戒律，还觉得呢自己是比我还厉害，你升起这样的傲慢心哦。”总之，骂了他之后呢，就为他说法。那这位单渐尊者也是非常的精进的，所以他就后来就精进的修行，最终呢就证得了阿罗汉的果位。所以这段历史是记载在这个阿育王经里面，那是出自阿育王经里面有一段叫做单渐因缘这一段这个章节里面。就是在讲优波居多的一个弟子因缘的时候有提到。所以那至于说这一位单渐阿育王经里面记载的单渐，是不是就是护法藏师里面的单渐呢？后面我们会再讲到。也就是呢，我们这里看一下，有一位这个民国的，这个一位佛教的大师学者，叫做应顺导师。他也是比较近代的一位著名的佛教的学者。所以应顺导师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呢，阿育王经里面的提到的这位单渐，他说就是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杂事提到的护法传承中的那位单渐是一样的。那么他主要呢有一部著作叫做《佛教实地考论》，他是在这里面有提到的。它里面呢提到说，首先他认为说一切有部律里面的杂事里面提到这个七代护法藏师哦，他觉得呢那是随意捏造的，他觉得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它主要有3个原因，3个理由。他说了蛮多理由，但我觉得里面最主要的是有3个。他说第一个就是杂事当中谈到从大迦叶到传到提多迦是有5代的护法藏。他说虽然这5位的护法藏师虽然跟阿育王传相符他说这5位是从阿育王传里面抄写过来的，他是抄袭阿育王传的。但里面呢又说优波居多跟单渐是同时代。他说这个呢是跟阿育王传的是矛盾的。那第2个原因是什么呢？他觉得这个沙那和修是
这个第二次结集时候的最主要的8位长老之一。但是呢，杂事里面却说呢，是在4代护法藏之后，然后才举行了第二次结集。所以从时代上来看呢，是有矛盾的。就是他认为说，这个是首先商纳和收记载都是第二次结集的长老，但是杂事里面又说呢，在4代护法藏师之后才举行第二次结集，所以时代上呢是有问题的。那至于说第二次结集的时间啊，这个我们之后再会谈到。第3个原因呢是什么？是这个《阿育王传》里面说，佛灭100年之后，然后出现了优婆居多，然后优婆居多呢跟阿育王就相见，但是呢杂事里面说呢是7代护法藏之后。然后那个时候呢，才说这个是涅槃后，佛涅槃后呢110年，然后是善见跟阿育王同时。那这个呢，总之这样的不同的说法，就让整个佛教历史的研究就变得更加混乱。所以他说呢，前面5代啊，总之他认为前面5代是可以的，因为这个跟阿育王传，还有像这个护法藏因缘传呢是相符合的，是可以的。但是他觉得后面那2位呢是有很多总之矛盾的地方。所以总之啊，他认为呢，这个杂事中的历史记载啊是不可信的，应该呢按照是《阿育王传》里面说的善见，还有这个优婆居多呢是同一个时代的。那接着呢，我想讲一下跟第二次结集的这个年代哦。那因为应顺导师也谈到很多第二次结集的一些这个上面谈到年代的一些说法。那当然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不可能去为没有那样的程度而去评判说这个应顺导师说的正不正确。但是呢，我认为呢，他说这个《阿育王经》里面提到的善见，就是说一切有部，护法传承中说的这个善见，那这个说法到底是否正确，我也并不确定。但是呢，他前面提到很多第二结集、第二次结集等等的时间，比如说他刚刚第2跟第3个理由主要是从第二次结集的时间方面来说的。主要杂事里面说呢，如是等诸大龙象皆已迁化，大士原即佛日继承事无依护，如是见自至110年后。那主要的问题的根源就是这一段。
所以这里说诸大象、诸大德哦、诸龙象啊，总之都已入涅槃。世尊涅槃后110年，然后之后就开始第二次结集。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哦，就是从大迦叶到善见之间的所有佛法传承都在这个之后圆寂的话，那这是不太可能的。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因为同样呢，在说一切有部的杂事里面有这么一段，他说。他的白话意思就是说，未来呢，在摩偷罗这个地方有一位卖香的商人啊，名叫隐藏啊，中文叫吉多，他的一个孩子叫做优波吉多啊，他会出家，那么世尊授记他为无相好佛，就是在我涅槃之后会大做佛事。所以，总之这一段又受记的是说，在佛涅槃后，会有这么一位叫优波居多会出家，他叫做无相佛，然后他能做一切的佛事。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又很清楚，这个护法藏师的其中一位，他是在100年后出现的。因为前面是说世尊涅槃后110年嘛，所有这些护法藏师都入涅槃，所以如果单看到后面这一段来说的话，这里提到优波居多是在佛涅槃后100年出现，他不可能说接着10年后嘛，然后结果优波居多还有他之后所有的护法藏师都同时圆寂了，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可能在那个时候，这些所有优波居多之后的这些大师全部都圆寂了，不太可能的。所以呢，在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里面有提到哦，他就说在杂志里面提到说，这个所有诸龙象这些大师都已经入涅槃，然后那个时候是佛涅槃110年。总之呢，他有这样的他就提到说，这么一段文字其实是我们误解了，因为在梵语呢有这么一句叫做雅达吉达，是它的语法关系来看的话啊，它可以翻译为当某时，但也可以翻译为彼时，所以这时候不应该翻译成为彼时哦，还应该翻译成为当某时才比较合理。那一般来说，关于第二次结集的年代哦，多罗那他在印度佛教史是提到说，是佛陀涅槃后110年，举行了第二次结集，这就是杂事里面有提到的。但是其他一些部派的律藏哦，是说是佛陀涅槃的210年后，或者是220年后，举行了第二次结集。所以他说，就是为了配合这种说法，所以有些印度的史书哦，就将提多迦等等人啊，跟阿育王视为同时代。
所以说是在这个单建啊等等都圆寂了，法阿育王也去世之后，才进行第二次结集。还有呢，还有他的上师哦，有一位班智达，就是多罗纳他的一位上师，是一位班智达。他说，他引用他的上师的话说，所谓220年这样的一个说法，就220年之后才举行第二次结集的说法，这比110年就刚好多了1倍。这主要呢是将半年算作1年的这个缘故，就是把6个月当成是1年的关系。所以本来是110年，但是如果把半年的都算成1年的话，就会变成了220年。所以他认为说呢，就是这220年的说法其实是跟110年的说法的意思呢是相同的。同样呢，这个多尔纳他呢，他也引述了一位叫因陀罗达多班智达他写的一部史籍哦，也是一部历史的著作。它里面有提到说，如果说佛陀涅槃后50年，优波举多出世，然后110年护法传承圆满，此后阿育王出世，这个就跟佛陀的受记是不符合的，而且跟印度各种的可信的史籍呢都是相违背的。所以总之呢，他也引用了这个因陀罗班智达的一些他的史籍里面的引述。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多尔纳他所写的印度佛教史。所以以上呢，这个是藏传佛教里面对于护法藏的第一个说法，这是依据有部杂事所说的护法藏的传承。那还有接着是第二种说法。所以我就想说，因为就是藏传佛教里面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这一次都一起说一下。另外还有24代护法传承的说法。另外还有是护法藏单页文献的一个传承。首先呢，我想讲的是24代护法的传承。那我们在之前课程有提到，中文文献里面有这么一部《护法藏因缘传》，但是这一部因缘传呢，并没有翻译成藏文，所以很自然的在藏传的这些文献里面，或者藏传的大师哦，都没有直接讨论或引用这部文献。但是呢，有人讨论其中记载的24位护法藏的传承，这是在布顿佛教史里面有提到。在布顿佛教史里面，他就引用了楞伽经的一个注释，在这部注释里面呢说，在解释楞伽经里面的一段话说，世尊涅槃后，谁来护持正法？在解释这句话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提到很多有关护法藏的内容譬如说有提到从佛陀一直传到了提多迦的部分，就是5代的护法藏师是跟杂事所说的相同。之后有一位叫毗婆诃，然后一直到狮子比丘之间有19位的护法藏师，所以就是除了一直到提多迦的5位护法藏之后，还一直讲到了直到最后一位狮子比丘间有的19位护法藏，总共24位哦。那总之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是布顿佛教史中的说法
跟护法藏因缘传所说的是一样的。那么清史的作者叫做郭义师许诺贝，他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就说呢，补敦佛教史里面有引用楞伽经的注解，有提到24位护法藏，但是他说现在呢的丹珠尔中收录有2部楞伽经的注解，但是他都没有看到有这样的记载，所以他就说那应该可能还有另外一部没有被收录在丹珠尔的一个楞伽经的注解。所以总之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楞伽经的注解，在藏文丹珠尔中有2部，一个叫做圣楞伽经注释，它是克什米尔的一位大师叫智吉祥先所写的，另外一部呢叫做圣楞伽经大乘经如来藏庄严注，他是汉地的一位和尚，叫做智金刚他所写的。但是呢，的确在这2部注解当中都没有看到24位护法藏的这个记载，所以的确呢，可能是出自于另外某一部这个中文的楞伽经的注释。所以在中文的大藏经里面那有几部这个楞伽经的注解，其中有一部比较早的，是宋朝的一位法师，叫做宝成，他所写的一位叫《注大乘入楞伽经》。那这一部解释里面就有提到说，他在解释楞伽经的这句话说叫谁能持正教的时候说呢，略如摩诃摩耶经等及护法藏传所明。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就引用到了护法藏因缘传这一部文献的名字。所以或许呢，部敦佛教史里面所谈到的这部楞伽经，可能就是这个宋朝宝成所写的。但是呢，我们刚刚看到宋朝的这位宝成所写的注解里面，他也只是提到了护法藏因缘传这个书名，他并没有逐一的把这24个护法藏传承列出来，并没有。所以呢，可能是什么呢？所以可能是西藏呢，还出现了一部呢，还带有这个注解的注释，就是对于这个宋朝法师宝成所写的这个注解的一个带有这个叫做注解的一个注释，另外一部注释，就是它里面再对护法藏传、护法藏因缘传又做了一些更细微的注解，但这还要再进一步研究才能确认。但所以总之呢，补敦佛教史里面有这么提到。但到底是哪一部呢，并不是很清楚。但无论如何呢，关于这样子有提到24位护法藏传承，的确和大乘传承是相混合的。是谁有特别还有提到，就是司徒边谦在德格甘珠尔目录叫做《普开莲花的新月》这么一部著作中有提到。他说如此呢，杂事中所记载的7代护法藏就到此结束了。此后呢，声闻部派所承认的护法藏
一不明确。但是呢，根据大乘传统所知的楞结经注释记载，点点点，等等等，所以他就是将这24代哦，之后的说法哦，就是跟大乘的传统结合在一起了。所以里面你可以看到有提到像有龙树啊，好像也有提婆啊等等的，所以很自然这个跟大乘的传统是有关联性的。所以这是讲到了24代传承。再来呢，藏传佛教里面还有第3种、最后一种哦，提到护法藏的说法是一个单页的文献的一个传承。所以这也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那么，这也就是清史的作者郭医师徐努贝他所翻译的。他当时呢得到了一页梵文的残页，然后呢头尾是不全的，他也是将它翻成藏文。然后呢，这是现在收录在丹珠尔的书信部哦，他的这一篇的题名叫什么？就叫护法藏。那这个里面呢，是怎么计算的呢？它因为这个残页嘛，所以总之前面呢是没有记载，所以应该前面就是阿难啊、他迦摄尊者等等，但这是推测，所以这个应该是有的。但总之呢，它之后文字里面它翻译的有的是记载了有墨田底迦、沙那和修，再来优波居多、提迪迦，然后黑尊者，然后善见，他要写到这样的传承次序。所以这里呢，你可以看到有把这个墨田底迦有放到这个传承里面。所以这个跟多罗那他有提到，他说是克什米尔的说一切有部的人哦的这些尊者，他们将墨田底迦记入到这个护法传承，这个说法是相同的。那另外呢，还有另外一部也是收录在甘珠尔的一部文献叫《金藏百部》，这里面有第6个寄颂，在讲到关于阿难的护法传承的说法是相似的。那这部文献中提到的说是大迦摄，然后到阿难，然后墨田底迦，然后再到商那和修，再来优布居多，然后那这里面呢，将商那和修呢翻译成叫穿麻衣者，然后再来呢，这里优波居多呢，它这里翻译叫净护，其实就是指的是优波居多。然后再来，它翻译叫做智者，其实就是提多迦。所以总之，这前面几位都是一样的。但之后呢，不是说得很清楚。他说可能，我觉得可能是翻译有误，他就说是生于红色国土者。那这里到底指的是，也不是看不出来是在写黑尊者或者是善见，但这一位说叫做生于红色国土者，实在是我觉得很难理解。嗯。总之呢，这个郭义是许诺贝翻译的这么一页的梵文的散页，也收录在德格丹珠尔的书信部，就是叫护法藏。但这里面，总之呢，就是对于
最后一位生于红色国土者是谁？不清楚。总之，这里面还提到说，形容说，你也不要对红色国土之子生起独食之念，直到什么什么这样的说法。所以，总之这样的文字呢，是不是很清楚到底指的是谁？总之呢，在这里金藏百部还有郭义师哦，他翻译的那么一页的那个梵文产业哦，这里提到的两种护法藏的传承，虽然说跟根本说一切有部的这个杂事哦有一点不同，但是根本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哦，他还是说一切有部的这个护法的传承的一个系统。但是有些是比较保守的，有些比较就是会把那个墨田底加有加进去哦，那有的是没有加。但总之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哦，就是在这个藏文文献当中提到说，他说最后一位传承者善见，又名狮子。那么这个就跟我们之前课程中引述到的中文文献《护法藏因缘传》，它里面有提到最后一位叫做比丘狮子，哎，这是还蛮吻合的。另外呢，敦谦贝玛嘎波在他的教法史里面提到，总之他就提到说，关于这一点哦，就是楞伽经的注释中，他说里面虽然没有出现这个善见，但是如果按照杂事的说法，是应该有善见才比较合理的。他也提到，如果将善见跟狮子视为同一人的话，因为金藏，因为在一页的传承里面就有提到嘛，就是善见又名狮子。那他说这样子就跟传给龙树的时间是相吻合的，因为呢在一部文书真实明经吗？这么一个里面有提到说，佛涅槃后400年龙树会出世，所以总之呢，这个时间啊，如果说善见跟狮子是为同一人的话，那么就跟之后他在传给龙树的时间是吻合的。所以因此呢，他说我们的传统是到龙树为止是共7代，所以大概龙树算是第8代，所以是由善见传给了龙树。总之他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他说，这也可能就是只是该经的一个传承谱系。这他的意思就是说，这的该经就是说，楞伽经，他就说楞伽经的说法，所以但是他说自己的传统还是认为是到龙树为止是7代。那么，总之，以上呢是讲解了这个藏传佛教的内容，有关护法藏的内容。那么南传的部分今天就不多说，我们下一堂课再讲南传的护法藏系统。好的。